头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政府即卖咧普发现金1万块，有诈骗集团是趁机会来诈骗。根据着内政部送到立法院的报告，讲到11月初10为止，已经有7件被害的案件。这个诈骗的金额拢总是827万，其中防骗上侪个案是367万。即卖各部会拢积极咧研究办法，防治诈骗。 一沓一沓现金，互人看到心花开。破坏1万的现金，增加入手。也毋过诈骗集团想要骗走你手头的现金，自2个月前就开始悄悄。从今年的9月12号到11月10号止，我们总共通报移除的涉诈广告是56则，停权涉诈的账号50个。 收报停止解析伪冒财政部的网站有3件。就算政府未乱掠假广告，也毋过也是有7件案件，累积财产的损失来到827万，其中损失上济一件来到367万。那也立委认为，10月初就核定相关的诈骗检举的奖励条文，也毋过执行的进度太无介理想。到现在已经11月多了，有发放了多少奖金？ 所以目前奖金是还没有发放，检察官起诉以后才会发给这个奖金。结果1个多月来，居然没有人可以拿到任何1块钱的检举奖金，那变成空有制度啊！再加上因为中国的原因，台湾无法度加入国际刑警组织。 至少有19个，包括各类型犯罪资料库，台湾无法度使用，也无法度伫第一时间及时甲全世界共享证据。有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？有没有好处或坏处？这是警政署多年来一直推动的一个目标。是。那虽然过程有一些不顺遂，但是到目前为止。 仍然是警政署的重点工作。司法部也先注册109个含破坏情感会防保唔对的网址1年的使用权，积极对源头防止诈骗的机会，希望政治的美意唔通变作诈骗的新目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